维吾尔母亲寻找2个孙子，一位80岁的维吾尔族母亲一直在寻找她的孙子。维吾尔母亲帕沙汉30年前来到土耳其，已经成为土耳其公民，但她的5岁和7岁的2个孙子阿伊苏和阿卜杜拉1年前在东突厥斯坦的镇压中失踪。帕沙汉指责中国在东突厥斯坦的打压政策，他说他不能去中国，并向土耳其当局寻求帮助。维吾尔活动家会见美国会议员，旅住在美国的维吾尔活动家萨利赫·胡达亚尔会见美国会众议员席瑞斯，他给众议员介绍了东突厥斯坦集中营的情况，向他对维吾尔问题的关注表示感谢，并给他赠送了一块牌匾。与埃尔多安见面的维吾尔人已被拘留。据说，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访问乌鲁木齐的时候，向他打招呼的维吾尔店主伊布拉因和赫基阿卜杜拉已被关进集中营。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于2012年4月对乌鲁木齐进行了访问。当埃尔多安访问大巴扎时，向他打招呼的、与他见面的和向他赠送礼物的所有维吾尔店主已被中国当局逮捕并失踪，其中包括当时的政府主席努尔拜克利。中国正在剥削东突厥斯坦。中国几十年来一直剥削东突厥斯坦的自然资源。中国最大国营是中国石油公司，位于东突厥斯坦准噶尔盆地的马侯地区，已发现储量11吨的油田。据中国国际电台报道，2016至2017年期间，东突厥斯坦的石油产量记录为1亿38万吨。该公司计划在2016至2020年期间达到600万吨。根据研究，东突厥斯坦是拥有石油、金银、铂、煤、铀和钨等战略的原材料的稀有地区之一。中国和加拿大之间的紧张关系升级，在华为高管孟晚舟被捕之后，中方相继举押加拿大公民。本周一又有加拿大公民在中国被判处死刑，令加拿大与中国紧张的外交关系进一步升级。加拿大政府已经对加拿大人发出赴华旅行警示，而中国方面也不客气，随即也对中国公民发出赴加拿大旅行警告。作为回应，欧盟和英国面临硬脱欧。欧盟与英国首相特蕾莎梅的达成脱欧协议遭英国议会3院否决。欧盟对投票结果表示遗憾。欧洲理事会发言人对媒体表示，欧盟将对英国脱欧可能出现的一切局面进行准备，包括双方谈判最终破裂的硬脱欧。